好，咱感谢上营详细解说。继续来关心今年初总统大选，这网络平台 TikTok 有出现影片，咧暗示讲咱的投票所发出来票数甲计算的无共款，怀疑咱的开票无公正，偏心特定候选人。这影片放转去其他的社群平台，引起社会争议。经过检视了后，已经认定这影片毋是事实啊。即阵检调是万贵树镇约谈台南一个查甫人告案，伊嘛已经承认讲这影片有造假、有剪接过。抢票的时阵画1号，验过后壁伫咧计票时阵，煞伫咧2号顶头画1票。今年总统大选，选后有网友传这段影片，讲开票有问题，偏心特定的候选人，指控中选会选无做票。迄当阵大动作的提过，检调伫咧调查源头时阵，约谈一位查甫人告案。约谈李姓民众到案，那他是有坦诚这个影片是他剪辑合成的，当初是转发到 YouTube 的频道、抖音账号，之后才会被相关的网友看到以后，再把这些相关的影片传到这个社群平台上面。这个涉案的姓李的查甫人，住伫咧台南，无当籍的身份，互检调查到时阵，承认伊的影片是假有剪过。不过调查局讲，伊的做法毋但是损害中选会名誉，也严重伤害个人对选举的公正信赖。因为迄当阵影片对抖音发布了，一直互人转发分享，网络顶真侪人伫咧骂甲质疑。这个唱票者与这个计票人员，他们中间有一个连续的关系，有透过剪辑又切换的一些角度。未来如果说有那种透过 AI 的方式自动生成声音，或者是把影像做一些变造的时候，那这个会更加困难去发现。专家伫咧看过了讲，其实这个影片问题真多，自开票到计票，画面无连续，有剪过分量。不过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，也有 AI 技术，假消息也真多。惊讲以后的假影片愈来会愈成真的。专家甲学者也拢提醒讲，查证的重要性，毋通随便就相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